呢一個嘅部分呢，亦都係非常重要。喺療癒嘅當中，除咗呢一啲嘅課題，呢一啲嘅能量嘅失調糾結嘅裏邊，要回到去一個更大嘅一個生命嘅學習，以及了解當中更大嘅一個生命嘅意義、生命本質嘅當中，去到連結翻自己嘅力量，同埋連結翻自己嘅呢一份信任嘅存在。Hello， 大家好，我係 Slanky。有好多案主或者學員咧，都曾經有問過我，究竟乜嘢係團療呢？咁團療裏邊嘅療癒嘅內容同個人療程嘅裏邊又有冇啲好大嘅分別呢？咁樣，咁我想用未來嘅幾條片咧，去到解釋一下乜嘢係團療。剛好咧，我之前嘅一個賽斯資料嘅一個工作坊咧，我就利用咗一個團療嘅方式去解釋賽斯嘅資訊啦、資料啦，亦都去幫學員咧去到做咗一個團療嘅療癒嘅步驟。其實團療咧裏邊分咗幾個嘅部分啦。首先咧都係有一個主數嘅內容啦，就係案主會有佢自己嘅一啲身體或者外在人事物嘅一啲糾結啊、失調啊，或者一啲想改變嘅東西。去到第二個嘅部分呢，主數嘅分解係將剛才嘅呢一啲身體或者人事物嘅失調呢，裏邊嘅原子分子呢，再拆細一啲，讓到案主會更加了解佢呢一個嘅身體狀況或者外在人事物嘅背後呢，其實係一啲乜嘢嘅原子分子嘅生命同埋情感嘅能量震動。接住落嚟呢，當完成咁多個參與嘅案主嘅一個主數分解之後呢，咁我就會再結合咁多嘅案主裏邊呢一啲共同嘅原子分子嘅能量震動，會拉取一啲共同嘅一啲課題啦，一啲需要去到平衡啦、療癒啦、轉化同埋釋放嘅一啲能量震動嘅課題。而喺呢一啲嘅課題裏邊呢，係咁多位參與嘅案主呢，一啲共同呢，一啲失調啊、糾結啊、負荷嘅一啲共同嘅來源。咁我會拉取咗呢一啲嘅課題出嚟之後呢，就會放翻落去療程嘅步驟當中，去到平衡、療癒、釋放同埋轉化。而喺呢一個嘅示範嘅工作坊嘅片段裏邊，我亦都拉取咗其中一條咁多位案主共同嘅一個課題，而去到平衡清理。而接住落嚟嘅一個步驟就係回到去一個療程嘅步驟、療癒嘅一啲步驟。而喺呢一個工作坊呢，我亦都會去到解釋點解會出現呢一個共同嘅一個能量咁負荷失調嘅課題嘅一啲根源嘅資料，讓案主呢從了解當中呢得到療癒平衡。而去到最後嘅步驟呢，回到去一個更大生命本質嘅一個生命意義啦，同埋生命嘅學習嘅一啲 channel 嘅資料。而呢一個嘅部分呢，亦都係非常重要嘅，因為喺療癒嘅當中，除咗要平衡剛才呢一啲拉出嚟共同嘅失調、糾結、負荷嘅一啲課題嘅能量震動，最重要嘅係我哋要從呢一啲嘅課題、呢一啲嘅能量嘅失調、糾結嘅裏邊，要回到去一個更大嘅一個生命嘅學習，以及了解當中更大嘅一個生命嘅意義，而讓我哋能夠回到去一個真正嘅生命本質嘅當中，去到連結翻自己嘅力量，同埋連結翻自己嘅呢一份信任嘅存在。咁事不宜遲啦，咁我哋咧就開始今日嘅影片。呢一條嘅影片呢，當中咧各個案主嘅一個主數嘅內容，以及主數分解嘅一個示範。呢2個禮拜係身體咧反應比較大啲，係做完團療之後咧，過1-2日就已經出現咗假腳啦、隻左腳嗰個後踭都仲有啲痛。我先睇下你嗰個腳狀況係關於你邊啲課題嘅問題。兩方面，呢個咧係關於你媽媽咧好強烈咁否定你嘅啲情感嘅一個創傷嘅接收嘅一個身體嘅反應，因此咧你因為裏邊咧有好多呢啲嘅創傷嘅情感啦，
尤其係俾媽媽去否定嘅呢一個創傷嘅情感，因此咧，你會嘅身體上邊咧，特別喺呢一啲嘅，尤其係左邊啦，尤其係一啲關節啦、筋腱啦，都會比較容易咧，因為呢一種被否定嘅情感創傷咧，而因此出現一啲嘅反應。呢一個嘅反應係正係因為你需要去釋放啦，需要你去覺察啦，而且要去覺知啦、內觀自己呢一份咧被否定嘅情感嘅一個狀態。第二方面就係、由於你呢一個角色啦、出生啦、排行性別咧，因此咧你呢一個被否定嘅情感嘅呢一個創傷咧，讓到你咧經常會喺整個嘅神經系統裏邊咧一直咁樣流動啊，分泌一啲咧你要好用力咁樣去到做一啲嘢，讓自己咧得到被別人去到關注同認同接受嘅呢一種課題嘅狀況。因此你會經常性咧會諗我要做啲咩咧？我要點樣做咧？我要做幾多咧？我要點樣先至會被接受咧？我要點樣先至會被認同咧？我要點樣先至會能夠被接受、被關注嘅呢一份情感嘅創傷嘅一種流動嘅神經系統嘅狀況當中。因此你腳咧係包含住呢兩方面嘅一個課題喺裏邊。OK。我成個禮拜我瞓底頸好痛，痛到淨係擰唔到，成個星期本來好一排，跟住尋日又勁痛，擰唔到啊！直情係咁，我就唔知點解。公司有新方向，因為你全部人都唔識嘅，就全部人學，哇！跟住忙到天氣真係好忙，一直都好忙，一路學一路都 solve 到啲問題。但係我發覺係忙係有得益嘅，我咁耐以嚟條數係最好。但係咁忙咧，其實我差唔多每一日咧都有覺察自己，去睇自己啦。同埋咧忙嘅時候咧，真係發覺我有啲係麻醉自己嘅忙到，未夠膽去聽下錄音啊，掂下自己，即係深入咁諗多啲啊。就算嚟上堂之前，我心裡有少少緊張，係因為可能有病撩起啲嘢啊。咁所以其實我係覺察到我自己忙嚟麻醉自己，我又唔係唔 enjoy 嘅，因為我覺得我學到好多嘢，又得到個滿足感，錢又好啦。可能我今日上嚟就係、我又唔應該逃避嘅，咁有啲嘢我都係有我嘅課題要去繼續去處理。睇下你頸嘅呢一個身體嘅反應係對應住你邊一啲嘅更深嘅一啲課題嘅生命同埋情感能量震動。同樣地，呢一個亦都係關於你媽媽嘅一個好強烈咁樣去到否定自己嘅課題，但係呢一個否定同剛才嘅嗰個學員嘅嗰個否定有少少唔同。你所接收嘅除咗佢嘅否定之外，亦都有佢嘅嗰種強烈焦躁嘅負荷嘅情感嘅氛圍嘅一種創傷嘅記憶畫面同埋情感嘅流動嘅嗰種傳導。意思就係話你經常性會見到你媽媽好燥、好燥、好燥、好燥，唔能夠停落嚟嘅嗰種燥，而讓到你經常性喺你一直接收嘅，尤其你嘅眼睛嘅視覺啦、聽覺啦、皮膚嘅觸覺啦、嗅覺啦，都一直接收住呢一種強烈嘅燥，唔俾自己停落嚟，唔俾自己放鬆落嚟，唔俾自己做唔好嘅、唔做嘅一種強烈嘅燥嘅嗰種狀態，而讓到你整個嘅感官感知一直都接收住呢一種嘅負荷創傷嘅情感嘅流動狀態之中，而讓到你整個嘅神經系統對於自己嘅嗰個價值啦，對於自己嘅嗰個力量，尤其對於自己嘅嗰個立足有啲咩位置，有啲咩被接受、被認同、被認可、被肯定嘅，一直都好強烈嘅一種要做先至會得到被認同，要做先至會得到被看見，要做先至會得到有價值、有力量嘅嗰種強烈嘅負荷創傷嘅情感嘅流動當中。嗰日嘅夜晚就開始喉嚨痛啦，即係喉嚨唔舒服，跟住第二朝就已經係喉嚨好痛，同埋開始有啲係咁流鼻水嘅症狀啦，有啲又似感冒又唔似感冒咁樣，中間即係又 keep 住食嗰啲收鼻水嗰啲感冒藥咁樣嘅，跟住都搞咗成個禮拜先開始叫做係。啲鼻水差唔多收晒，但係其實到而家為止都其實都過咗2個幾禮拜，即係其實感冒應該咩都清晒，但係 keep 住都有啲好似鼻敏感咁樣嘅症狀，即係其實每日朝早起身都一定會流鼻水咯，跟住
keep 住都係會有啲鼻水會喺度咁樣，跟住但係以前係冇鼻敏感，咩都冇嘅，但係就有呢個症狀就好耐咯。其實我個頸同埋個膊頭都有啲問題，都係左邊嗰個頸嘅位置有啲會突然間有啲酸痛，跟住有啲唔係好喐動咁樣，但係就唔係長期係咁嘅，但係突然間就會有一下好似挫親入嘅感覺，個膊頭比較繃緊啦，工作都係越嚟越忙，直至到啱啱嗰個禮拜都係。但係嗰個忙咧，有少少同以前唔一樣嘅係，唔係全日嗰8個鐘都 keep 住係好忙好緊張，冇時間停嘅，而係中間係會有停頓嘅位置啦，同埋唔會覺得好緊張。但係如果忙緊嘅時候就 keep 住都有工作力，但係就會覺得係都可以順利解決到嘅嗰種忙咯，係有少少同以前嘅純粹係忙就有少少唔同，即係唔會真係忙到好似冇咗自己啊，跟住拉扯得好勁嘅嗰種感覺，就今一次就冇咁強烈療程之後，跟住開始好多嘢講啊嘛，跟住咧講咗2日之後，跟住琴日開始突然間勁空白咯，個人係好攰好空白，跟住明明係對住同一班人，但係前一日明明係勁多嘢講勁興奮，跟住琴日係見到同一班人，但係冇乜嘢講，冇乜交流，跟住好似突然間單咗咁樣個人，跟住其他人對即係我 feel 到個連結又有啲唔同咗咁樣，即係好似突然間又變翻係以前個狀態，有個隔膜喺度啊咁樣嗰種感覺，跟住係咯，琴日開始係突然間攰到明明瞓到11點幾，但係5點鐘開始就眼瞓好攰啦，跟住夜晚係成個人係直情忍唔住眼瞓到瞓咗覺喺個梳化度，跟住係咯，琴日突然間就有一個好明顯由好燥變咗做好空白嘅一個狀態。先嚟睇下你嗰個一直有一種好似鼻敏感啊、流鼻水啊、傷風啊、喉嚨唔舒服啊，甚至你左邊嘅肩頸嘅嗰個狀況，對應住你邊一啲最強嘅一個生命能量嘅課題。呢個比較多喺你細個嘅時候，一直因為你嘅嗰個排行性別嘅角色問題，而讓到你喺整個嘅價值啦、力量啦、立足啦，一直都係被否定嘅。呢一種被否定比較多係冇辦法被關注嘅嗰種狀態，又同剛才嘅嗰2位又有少少唔同。嗰個冇被關注嘅狀況咧，會讓到你咧一直感受唔到自己有啲咩價值、有啲咩力量、有啲乜嘢嘅立足嘅嗰個位置嘅狀態，而讓到你經常性會好空白。究竟我係邊？我有啲咩價值咧？我有啲咩力量咧？我要做啲咩先會好咧？我做啲咩先會夠咧？我做啲咩先至會見到我咧？我要做啲乜嘢先至會被接受咧、認同咧、關注咧嘅呢一種狀態，而讓到你經常會有一種咧好比較用力嘅狀態當中。嗰種用力咧係一直消耗自己嘅用力，一直唔做死自己係唔會罷休嘅嗰種用力嘅狀態係當中，而讓到你經常會有一種好透支啦、好損耗啦、好消耗啦、好用力嘅一種情感嘅狀態喺當中，而一直咧有一種好強烈嘅嗰種消耗係因為想被看見嘅一種狀態係當中，甚至嗰種被看見咧，唔係單單要俾其他人看見，係要俾自己見到自己嘅嗰種看見嘅狀態喺當中。呢個係你同其他有一種好唔同嘅狀況，就係你要俾自己都要見到自己嘅一種強度喺裏邊。其實2月頭唔舒服啦，過年嗰時開始唔舒服啦。咁其實好快嘅，但係今次呢個咧係突然間瞓醒就好舒服啦。咁俾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因為做嘢嚟緊完成，咁就係全世界都好緊張。咁其實喺我嚟講，我壓力係唔係好大嘅，等於執靚個寫字樓啲嘢就幫你企企靚靚呢啲嘢咁樣。但係可能側邊人咧就好似緊張嘅咯，咁佢哋緊張其實唔關我事，因為大家唔同嘅 part 就唔同咯。係咯，即係淨係坐喺度諗緊，即係冇咩做，我個 part。
係啊，即係除咗整靚啲嘢咁樣。因為我成日唯一係，即係我係連見到嘅係咪真係冇嘢做㗎？係咪真係㗎？我其實依家做嘢，當我自己個感覺唔係喺工作上面嘅時候，其實我有得自己唔做咯，即係唔會去一定翻開啲嘢去做一啲嘢，即係可能我會俾自己拎個電腦上網碌下嘢咁樣咯。即係以前我唔會嘅咯，但係即係我覺得我個狀態唔在嘅時候。而我就算開咗閒嘅，或者去開咗嗰啲嘢，都唔係可能係冇乜效益嘅時候，我就會俾自己由得佢唔好做咯，即係嗰感覺由得佢唔好做，咁咪多下手機啊，睇下啲八卦嘢。我以前我唔會俾自己咁，但係我依家我又 OK 啊，咁隔咗一輪收翻埋，咁我有啲嘢又翻嚟咯，做嘢感覺，咁咪先繼續做嘢咁樣咯。係咯，覺得今次呢個突然其來嘅唔舒服係有啲關係嘅，可能同工作。同埋呢個唔舒服好得意嘅，今日好啲。其實早兩日咧，其實係咳到講唔到嘢，係一講嘢就要收聲，一講嘢就要收。咁我就諗啊，係咪我之前講得太多啦，講得太快啦啲嘢？因為我換唔到，我直情換唔到氣講嘅。係啊，今日好啲，今日瞓咗兩日。咁同埋係咪我之前成日都話我唔瞓覺？呢次就真係報仇進報咯，真係由朝瞓到晚，除咗起身食藥嗰幾個字食少少嘢瞓嘅。真係瞓到天荒地老，亦都瞓唔到。咁醫生都有講嘅，啲嘢係有少少要俾我休息嘅。跟住我都容許，如果我天氣唔舒服，我咪請病假咯。係，即係以前我會覺得唔緊要啦，咁照翻工啦冇嘢。咁我又個感覺，我依家嘅改變，我自己又覺得 OK 咯，唔舒服咪繼續瞓咯，係啊。呢個裏邊有啲咩生命嘅能量課題咧？比較多你接收到嘅係你媽媽嘅嗰種躁，嗰個躁嘅意思就係你媽媽都唔容許自己做得唔好，好強烈。你媽媽係唔容許自己唔做好每一樣嘅嘢，嗰種做好咧，而且係要喺佢自己嗰個標準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高嘅一個標準，佢先至會覺得自己做啱咗、完成咗、做好咗、做夠咗嗰樣嘢。你一直接收住你媽媽嘅呢一種強烈嘅要做好啦、要做有啦、怕唔好啦、怕唔夠啦、怕唔得嘅一種躁嘅狀態，而讓到你整個嘅神經系統裏邊咧，一直喺度擺動嘅都係喺呢一種嘅狀況當中。你一直咁樣好用力咧，嗰種用力咧係你一種好深層嘅一種情感嘅一種狀態嘅震動，就係我唔容許每一樣嘢唔喺自己嘅控制範圍裏邊。記住啊，我突然間 channel 到呢幾個字係自己嘅控制範圍裏邊，唔係別人嘅控制範圍，唔係公司嘅控制範圍，係自己嘅控制範圍裏邊，連休息放鬆都要喺自己嘅控制範圍裏邊。希望你聽得明乜嘢係控制範圍。你剛才講嘅所有放鬆啊、容許啊，都係喺你自己嘅控制範圍裏邊，都係一個用力嘅狀態，從來冇俾自己放鬆過，因為你 out of 嗰個控制範圍，你就覺得唔得、唔可以嘅一種強烈嘅狀態。聽得明嘛？呢一個同剛才嘅有唔同，但係當然都同媽媽嘅嗰種內在嘅嗰種躁嘅情感有關係。但係呢一種又同剛才嘅嗰幾位又有少少唔同啦。你嘅控制範圍咧，係你已經 set 咗自己，我放鬆都要喺呢一個範圍嘅裏，先至可以係喺被接受嘅放鬆嘅嗰種狀態。唔知其他同學仔聽唔聽得明呢一個狀態？如果你真正俾自己去放鬆，就唔理任何都俾自己放鬆。但係咧，呢一個學員好有趣嘅，佢好容易 set 咗一個範圍俾自己。我俾自己咁樣做，我俾自己咁樣做，但係其實全部都喺一個框裏邊。因此咧，佢覺得已經俾自己放鬆咗㗎啦，我已經俾自己容許自己放鬆，我俾容許自己做好多嘅嘢。但係其實嗰個容許已經喺個框架嘅嗰個力度嘅裏邊，因此其實冇真正放鬆到。所以你嘅情感、你嘅神經系統經常分泌呢一啲焦躁負荷嘅一啲用力嘅一啲狀態喺當中，同其他唔同嘅係你連放鬆休息啦，都覺得係一種要有力度嘅範圍裏邊，先至可以有一種放鬆嘅一個狀態喺當中。因此你整個嘅淋巴啦、
免疫系統啦，甚至整個嘅神經傳導系統咧，一直咧好似氣球咁，一直儲，連放鬆啦、用力啦、繃緊啦或者放鬆，都係喺嗰個力度嘅裏邊，一直好似一個氣球咁喺度嘣，因此你嘣到咁上下咧就要放出嚟。